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86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92天，前线共发生172起战斗。乌克兰总参谋部发言人叫科瓦利奥夫少校日前在乌克兰国家通讯社辟谣，他说有个别媒体报道俄军占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扎波罗季克村和新赫奥尔西夫卡村的消息不实，这两个定居点确定都在乌军手里。早些时候俄军渗透小组试图渗透进该地区，但都被防御的乌军击毙。乌军当下正在积极侦测并消灭州界附近的俄军插旗网红。这个最近俄军经常派出小股部队渗透到乌克兰这个阵地的后方在关键的地方去插旗，并拍照打卡发社交媒体，然后宣称俄军占领了这个地方。这就巧了正好乌军的第425独立突击旅他们的无人机正好就拍下了这一幕。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有2名俄军士兵，对吧，偷偷的渗透到托维奇村，然后在那儿扯着俄军的旗子拍照，宣传所谓的胜利，谎称又成功占领了该村。结果正巧就被这个乌军的425独立突击旅的无人机给拍到了，所以结局就是这2名插旗的俄军网红就成了耗材。乌军称在这个多布罗皮利亚前线，就是这个突出部18公里区域已经包围了一批俄军士兵。第聂伯罗作战战略组发言人特雷胡波夫表示，乌军已包围了向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皮利亚附近推进的俄罗斯军人，说至少目前直接向多布罗皮利亚推进的俄军这些叫蟹爪已被切断并包围，所以他们在那里待不了多久。特雷胡波夫指出，也就是跑得慢的俄军已经被人包围了。在这个多布罗皮利亚方向随着乌军增援部队的到来，什么第3亚速军团在过去1周内继续缩小俄军控制的突出部分，目前已夺回26.13平方公里的地区。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前线俄罗斯军队加大了进攻力度，重新进入红军村和特洛扬达村，并控制了泽列涅村和达钦斯克村以北的防御阵地，共控制了7.62平方公里的地区。8月31日，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奈托波维奇村附近的一座线性能源生产运输调度中心，导致该调度中心发生爆炸并起火。据悉，该调度中心由俄罗斯国家石油运输公司运营，通过关键管道向俄罗斯军方运送燃料。此次袭击严重扰乱燃料运输，调度中心通过主输油管道输送柴油，主要满足俄罗斯军队的需求，其输送能力约为每年1050万吨这个输送能力还是很厉害的已经被乌军摧毁8月3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武装部队计划对俄罗斯联邦领土发动新一轮打击。乌克兰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正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试射新型导弹的背景下所说，必要的打击手段已经准备就绪。泽连斯基在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希尔斯基会晤后表示，武装部队和资源已准备就绪，新的外交打击也已计划好。泽连斯基的意思就是海王星 Plus 版还有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恐怕要派上用场了。泽连斯基还表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损失最为惨重，而且未能实现任何战略目标。泽连斯基还说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集中了最大的兵力，因此损失最为惨重今年前8个月，俄在前线阵地上阵亡和重伤的士兵人数超过29万马上就要突破30万大关了。这些损失大部分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泽连斯基说我们详细分析了扎波罗热
方向的局势和敌人的意图，以及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边境地区的局势，我们将继续以乌克兰防御所需的方式积极行动，兵力和资源已准备就绪，新的纵深打击也已制定计划。在克里米亚叫新飞罗波尔机场，又有2架俄罗斯的直升机遭到摧毁，一架米8和一架米24。8月30日上午，当地居民报告称，看到机场区域冒出浓烟，又是乌军无人机的杰作。按照这个俄军总参谋长俄罗斯特别行动总指挥格拉西莫夫的说法当地时间8月30号，格拉西莫夫说俄军正在几乎整条1000公里的俄乌前线发动不间断的攻势，并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联合部队继续在几乎整条前线持续不断进攻。目前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军队的手中。格拉西莫夫还表示自今年3月以来，俄罗斯已控制超过3500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并占领了149个定居点。这个说法显然跟乌克兰方面的说法差距还比较大。根据这个活跃在占领区就是俄战区的游击队的消息在赫尔松方向，俄军内部发生枪战，造成20多人死亡。怎么回事呢？说是在8月19号那一天在赫尔松的左岸，俄第24摩步化步兵团一个部队开始向俄第17旅阵地射击，导致后者误以为是乌克兰破坏分子而予以还击。混乱的战斗导致21名俄军死亡，另有17人受伤入院。事件发生后，占领军开始对部队进行检查，并加强了对人员的控制和审讯。占领军部队内部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军队互相怀疑对方挑衅，指挥官担心发生新的冲突，也就是这个乌军的第24团向俄军127旅阵地开火，导致这个由俄军高度紧张。他们彼此认为对方都是乌克兰的这个破坏和袭击小组，就是渗透来的乌军所以他们互相猜忌，互相怀疑，不管3七2一先开火打了再说。结果一场混战就爆发，至少说明俄军在前线在战场管理协调、敌我识别各方面能力都不足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第1副部长哈夫里柳克在第4届克里米亚平台专家网络国际论坛上表示他说乌克兰当局已经与包括美英在内国际伙伴通过兵器推演制定了在10年内夺回所有俄控领土的总体战略愿景，也就是乌克兰人要用10年的时间把俄军从乌克兰领土上赶走。当然了，这些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的这些说法，无非就是要表明乌军是不会放弃任何一寸土地。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突发大新闻有媒体说美国批准了一项价值85亿美元的协议，向乌克兰出售6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这些导弹将由丹麦全额资助，然后转让给乌克兰。泽连斯基心心念念的爱国者防御系统就要到来波兰提出2026年初步预算，确认明年军费开支将由 GDP 的 4.7% 增加到 5%， 这将是北约成员国中最高的军事开支。这个波兰是对吧，一直在努力的武装自己这是要针对谁呢？欧盟的这个主席冯德莱恩跑到波兰边境去视察。8月30日，根据路透社报道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呼吁对俄罗斯实施最严厉的制裁。这位丹麦外交政策负责人表示，我们可能对俄罗斯实施最严厉的制裁，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石油、金融部门、引资船队以及俄罗斯应对制裁的各种变通方法。拉斯穆森尤其提议对俄罗斯的能源、金融和民用部门实施限制。然而，有部分欧盟国家对这个扣押俄罗斯金融资产想法是否合适表示怀疑。这个欧盟的外交部长外交委员会这个负责人叫卡拉斯他说要求俄罗斯在归还资产前先向乌克兰支付赔款。什么意思呢？就是欧盟现在不是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吗？俄罗斯如果想要回这些资产，那得先给乌克兰赔偿。大家看视频
Good morning. So we have Gimnich meeting coming up with the foreign ministers. We have a lot of topics, although it's an informal meeting, so we don't really adopt decisions. So first,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What more can we do? We see that Russia does not want peace, although there are a lot of diplomatic efforts made to bring Zelensky and Russia to the table. Then, in relation to that, because it always comes up, we are going to have a deep dive into frozen assets issue. There are pros and cons. There are some sensitivities regarding this, but we really have to have argumented debate about this. What are the risks? Because we can't possibly imagine, we have to have an exit strategy. We can't possibly imagine that, if this, there is ceasefire or a peace deal, that these assets are given back to Russia if they haven't paid for the reparations. And then we will have a discussion on the Middle East. A lot is happening there as well. Of course, the situation in Gaza,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s going to be discussed. And what more can we do as a European Union? We have made some proposals. We haven't, unfortunately, moved on those. The situation has not much improved. So this is still very problematic, and the news coming from Gaza are not very encouraging when it comes to the new war zone or combat zone or the ideas that come from there. And then of course Iran, as you know, the snapback was started, so now we have 30 days to really use the diplomatic efforts. And then last but not least, we will discuss the working methods, and that is about how we can be more effective to adopt decisions at the foreign affairs councils in the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to be more as a geopolitical power also on the global scene. 卡拉斯说啊，我无法想象在停火或者和平协议达成后啊，如果俄罗斯未支付赔偿金，这些资产会被归还，这是难以想象的啊！就是你俄罗斯不赔偿的话，把这冻结的资产还给俄罗斯，怎么可能呢？这叫白日做梦啊！这就是卡拉斯的意思。8月31号啊，法国的爱国者党领袖菲利波表示啊，他说欧盟外长会议明确显示，欧盟正准备延长乌克兰冲突。他在社交网络 X 上撰文谈到了这一点。这位法国政治家强调，法国人应该明白，欧盟正在为永无休止的战争和高昂的成本做准备。这个法国的这个政党领导人啊，他的说法和美国白宫的一些政客观点啊基本一致啊。8月30号，这个美国媒体啊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高级官员怀疑一些欧盟领导人正在破坏旨在解决乌克兰问题和平的谈判，并试图阻止俄乌敌对行动的结束。该门户网站文章指出，白宫高级官员认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支持特朗普总统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同时暗中试图破坏自俄美领导人阿拉斯加会晤以来幕后取得的进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官员认为，解决俄乌冲突的谈判拖延与俄罗斯无关，这是欧盟阻挠政策的结果。这个说法啊，也得到了俄罗斯人的响应啊。这个克里姆林宫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啊，他对记者说啊，他说欧洲主战势力仍未平息，这与普京和特朗普的政治主张形成鲜明的对比。受此刺激啊，这个媒体报道啊说，特朗普正在考虑暂停俄乌冲突的和平努力。这个一名白宫高级官员对媒体记者表示啊，他说欧洲人不能一边拖长这场战争，暗中设置不合理的期待，一边还指望美国来承担代价。如果欧洲想要升级这场战争，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那样他们只会在即将胜利的时候把胜利拱手送人。特朗普的核心圈子认为，欧洲人正在敦促泽连斯基坚持等待一个更好的交易，这种最大化的做法让战争愈演愈烈。美国一名高官说，达成协议是现实艺术的一部分，但有些欧洲人
还生活在童话里，完全忽视了谈判需要双方。有媒体说啊，特朗普正在就向乌克兰派遣美国私营军事公司进行谈判，作为和平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帮助修建防御工事，保护美国利益，同时阻止普京破坏停火协议，防止战争再次爆发的主要策略是帮助乌克兰重建武装部队，包括欧洲盟国，帮助乌克兰重新武装和训练士兵，派遣美国私人军事公司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角色类似，他们被部署到那里提供支持和安全功能。这也将为特朗普承诺的不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提供一个有用的变通办法。提出在乌克兰领土上设立非军事缓冲区的想法，由国际维和部队或观察员巡逻，但基辅不同意欧洲建立缓冲区的提议，因为这可能涉及领土让步。泽连斯基此前曾拒绝这一提议，并表示乌克兰人不会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占领者。欧洲军队的安全保障部署可能以在乌克兰西部新基地派遣军事教练的形式形成。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媒体说特朗普他此前已经说过了，不可能向乌克兰派部队，地面部队但是呢，那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又需要有美国人，美国人不下场，那乌克兰人他不觉得那很安全，你签一个布达佩斯备忘录 2.0 有什么用呢？那特朗普就变通他呢不能派这个军队去，那他就派这个美国的私人军事公司去干什么呢？就在缓冲区帮助乌克兰人建立防御体系做一些这个防御的工作，同时用来保护美国在乌克兰的资产。因为这些美国人在，他认为普京就不敢动手，但这个方案也被泽连斯基否决了。所以这个特朗普心灰意冷他那小聪明小伎俩都得不到实现。所以特朗普最近跟媒体说泽连斯基与普京的会晤可能不会举行，他正在考虑让美国飞机参与安全保障以结束战争。也就是说，特朗普不派美国的军队，但是他派私人军事公司去，完了之后在乌克兰提供空中的保护。这个特朗普说有时候人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就像操场上的孩子们一样，直到他们停下来才会停止互相攻击。有时候战争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迎来和平，但这场战争已经持续太久了，太多人已经死去。这个咱们从去年就开始说起了，这战争的动能没有消耗尽，双方都认为自己还能接着打，那你怎么和谈呢？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个又是强国，乌克兰后面是欧洲欧盟，俄罗斯是第二军事强国，这俩国家不是泰国和柬埔寨，对吧？不是那小国家，你大哥在那一说可以把这两个国家压下来，因为这俩国家加一起都打不过你，人只能听你的。但是有欧洲支持的乌克兰，还有这个俄罗斯，那怎么可能听特朗普的一句话呢？所以说特朗普被普京又耍了。按照马克龙的说法对吧？那就是被耍呀，一次又一次的被普京耍。根据欧洲媒体报道欧洲国家正在讨论设立禁飞区，以便恢复乌克兰的商业航线。该计划将分阶段实施，从西部开始，逐步覆盖更多空域，直到整个国家都足够安全，可以进行商业航空旅行。此次任务将涉及西方战斗机巡逻和地面防空系统，最初目标是重新开放利沃夫和乌克兰西部的其他机场。我觉得欧洲人这么干才是走上正轨这比什么派个部队都要强，也就是保护乌克兰的空中天空制空权。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更远距离目标的武器。这位外交官称特朗普的战略与前总统拜登政府的战略在3个关键方面完全不同。不过这个前美军司令霍奇斯就是美国驻北约的这个司令吧，这个霍奇斯他就是主张要乌军赶紧拿下克里米亚。这个霍奇斯他一直在批评特朗普绥靖。他说我很难理解特朗普为什么不向普京施压，或者说把俄军撤出乌克兰。特朗普的做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们根本不关心，也不理解战争为何爆发，也不理解乌克兰人为何而战。这个霍奇斯说
他说我不会指望特朗普提供情报或空中支援，美国会后悔没有与盟友合作。欧洲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欧洲越是单独行动，美国就越难左右事态发展。俄罗斯的经济确实陷入困境，报告显示它无法继续维持这种局面，我们必须确保乌克兰能够自卫。最后这个霍奇斯说他说除非外部发生重大事件，否则这场战争1年后仍将持续。就是霍奇斯认为这个仗明年还得打，乌军的打击次数和强度会不断增加，数量决定效果。英国、德国、挪威可以直接出资以加速生产。这个霍奇斯也认为俄罗斯的经济难以维持。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说由于原油价格低迷、欧盟、美国制裁以及卢布的升值，俄罗斯石油巨头在2025年上半年的利润大幅下降。俄罗斯石油公司收入下降68%，卢克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达达石油公司收入下降50%到62%。制裁扩大了对俄罗斯石油折扣力度，进一步减少了收入。这个制裁影响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公司的收入，这个好理解卖的少了嘛。那么卢布升值为什么也会导致这些石油公司巨亏呢？因为这些公司的出口石油它是按美元计价，本来1美元可以兑10卢布，我这举例子100卢布好像是最高的时候114吧，现在是1美元兑100卢布。卢布升值呢，那就是1美元兑80卢布。我们假设俄罗斯石油公司对外出口的石油它以美元计价，它就没变，对吧？还是60美元一桶，对吧？他把这个石油卖给大国或者卖给印度，计价是美元的，然后他回国之后他要换算成卢布，但是卢布又升值了，所以这些石油公司换的卢布又变少，这就直接导致这些石油公司会巨亏。另外再加上银行的利息，对吧？21%。所以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行业，这个他们本来是要给俄罗斯的预算收入是贡献25%，结果呢上半年这石油天然气行业综合利润下降50%，其中45%的公司以上半年以亏损收场，总亏损额达到7495亿卢布。石油方面呢，乌拉尔原油在年初每桶接近70美元，到5月跌至52美元，6月回升至59.8美元。以卢布计算的话，那么这个整个价格在上半年下跌30%。2025年俄罗斯首次将超过50%的税收用于战争开支。与此同时，国家预算出现赤字，支出超过收入。第一季度军事支出占收入的50.1%，第二季度为48.2%。相比之下，2022年这一比例为24.4%，2023年为32%，2024年为39%。你看是逐年这个是升高的。阵亡于特别军事行动的家庭面临残酷的现实，承诺的福利荡然无存，甚至连免费的墓地也需要自掏腰包。对俄罗斯当局而言，逝者已无用处，不再带来任何价值，所有福利与甜头恐怕也会随着特别军事行动结束而烟消云散。也就是承诺那些士兵的那些福利、那些抚恤金都很难到位。这个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旗下的叫西波罗姆设计院宣布破产，说实际上这家设计院早已停止运营，自5月以来，约有100名员工一直没有领到工资，已经3个半月没有收到工资，许多人辞职却没有拿到任何遣散费或补偿。所以俄罗斯的这个爱国者记者兼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马克西姆卡拉什尼科夫他说他通过分析对比得出结论，他说俄罗斯的经济形势与1985年改革前夕的苏联如出一辙，政治形势与1917年2月沙皇政权垮台时期相似。你看看经济就是目前普京这个政权经济上遇到的困难跟1985年一样，就是非常困难。那政治上呢遇到的困难是跟1917年是一样的。1917年大家还记得吧？一声炮响，是吧？所以说普京再坚持下去俄罗斯什么时候再一声炮响，这个值得期待特朗普现在搞的2级制裁，他首先拿印度开刀，结果也遭到了
印度的这个拼命的抵抗，印度他也不服气所以预示着特朗普这个2级制裁恐怕要推行的话也不太容易阻力比较大。这个据说穆迪已经拒接特朗普的电话，那特朗普呢也取消了原本定好了到印度访问的计划。2级制裁我个人认为这个是看上去很厉害，威力很大，但是它真的没法落地。如其2级制裁遭到对吧这个别人的抵抗，还不如实行这个石油限价，把俄罗斯的乌拉尔原油限制在40美元一桶，对吧？你2个印度你愿意去，反正不能超过这个价格。这是第二个。那特朗普就得广交朋友跟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产油国要加大这个石油的开采，对吧？弥补因对俄罗斯的制裁而造成的这个对吧？国际原油价格可以下降。就是说大家可以算个账你不让全世界人从俄罗斯买石油，那行，假设可以。俄罗斯的石油一滴都卖不出去，俄罗斯的石油本来占全世界石油供应的10%几吧，那少了这一块怎么办？供需关系不就打破了吗？那原油价格还得涨，原油价格一涨，那俄罗斯的石油又吃香，对吧？那走私它的石油，那赚的是盆满钵满的，对吧？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用市场的手段把这个油价给打下去，然后对俄罗斯制裁，限制俄罗斯石油的价格，让俄罗斯卖石油越卖越亏，这就真正的实现抽血，越卖越亏但最后他的所有的石油公司全部倒闭，就跟某些国家的房地产公司一样的暴雷。俄罗斯的这些石油公司最后全得暴雷因为它越卖越亏，越亏还越要卖，因为普京缺钱，你得抽出来卖，那最后导致这些石油公司资产耗尽，再配合乌克兰，对吧？用无人机用它的火烈鸟导弹对这些炼油厂、采油设施，对吧？这些昂贵的设备进行轰炸，对吧？我觉得这样3箭齐发，比你那个要求印度不要买这个恐怕要现实的多。实际上欧盟早就通过了2级制裁这个法案，但是人家一直就不拿出来，为什么呢？实际上他也考虑到这个难度，毕竟欧盟自己还在跟俄罗斯进口石油呢，还有天然气，你说他怎么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